好，来。This year I presented some pictures. I have a local scenery and some abstract that describe some of the environment. Some one of my self-portrait. I like my self-portrait. I draw every year, use different character, different kind of style. Sure. Draw the my self-portrait, and then I just wish that after people watch this picture, all the artists' picture, and then after that you put your the beauty imagine to put in your mind, and then go with you anywhere you go, and then your life will get happier and beautiful. That's what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Very good. Very good. All right. What else? 好，来，我来开始，来开始，来。今年开始吼，我开始画迄个全世界光景。自去年开始，我就 around the world 去足侪国家。去年阮去地中海吼，阮有去埃及，去年就较无安全啊啦。去啥？即个金字塔吼，因遮个埃及人。坐这落就爱100块啦，所以我就无坐啦，我就往卡梅拉伊就甲我约啦，讲要爱甲我讨钱啊，我就较紧走，往长镜头翕，翕转来了后，才甲倒做伙，光线才甲调整，所以这张到要展览前一暗才 finish 啦，所以爱搁adjust 有一些光线还要调整。即摆过来这张花吼，是今年我开始我画花画几多年啊，但是今年用上大 size 来甲放大啦吼。第一是因为白内障啊，目睭看较无啊啦，所以即摆这个大张吼，用迄大支笔来画吼，就较好画啦。但是这张的足侪张人来看，迄个回响哦，拢袂歹啊。讲画画遮大蕊吼，迄个效果佫看起来比较早细张的吼，看佫较清楚。这张是去迄个Highway 1吼，Eureka 北边的迄个 Trinidad， 和朋友去佚佗，翕足侪这海景，迄个画落来。过来这张就是去达拉斯一个公园啊，囡仔哩走看水哩喷要去耍水啊，甲迄个 running 吼 running 画出来，水哩喷。所以这张图就是有2个哩叮当的，一个是囡仔哩叮当，一张是迄个水哩叮当。所以我就甲这边的吼，这配角拢甲用较暗，无画足光啦。因为你若画伤光吼，那focus就会抢过。这张也是花啦吼，也是我今年画2张大张花啦。伊本身的花是粉红色的，我加一寡黄色的，因为你粉红色伤单调，所以我就甲底部用迄个黄色的来代替伊的光线。今年这5张较新啊，介绍这5张。大家。Training Day，Eureka 北边，差不多个几迈 Training Day， 迄个所在。我是画水彩，也写书法，这些都是我的作品，是今年的作品。我一张一张的介绍。这是我的自画像。平时我很喜欢唱卡拉 OK， 喜欢唱那个邓丽君的歌。这上面我都写的一些歌名，像《甜蜜蜜》啊，《初恋你》啊，邓丽君的歌。我的画是有配，其实都是一个侧面一个正面。我的画很特别，就是有写诗，有带诗。这一幅画，它的那个题目叫《甜蜜歌声》。然后那个谢分宽就把它写成对联，
对联，叫甜美轻柔续高歌，意意浓情传心声。是甜蜜歌声，这是这一幅画。这是太阳花，这个青花瓷。这是怎么讲？这个昨天很多外国人很喜欢，他们很喜欢太阳花。然后这个对联，这个字体是隶书，刚才那个甜蜜歌声是行书，这个书法有很多字体，这是写的隶书，所以它的题目是这幅画的题目叫《太阳花开》，太瑞向日葵中花，阳光普照半径开，所以是太阳花开，就是这幅画。这幅是兰花。我很喜欢兰花，尤其现在是从前要买兰花，说真的很贵，早期的时候，现在是很普遍。我很喜欢兰花，很漂亮，所以这幅画是叫一朵花香。这个花很漂亮，是我先生送的。台湾乡情关怀会的会长谢正宽，这是我先生。很漂亮。把它从那个白色，对对，是蝴蝶兰，是黄的蝴蝶兰，颜色不一样。这个花是水仙花，水仙花很少有画水仙花，在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会去买，不是一定会去买的。等到买的时候，有时候就买一个球，放在家里，放在心里面。正好过年的时候，它就会开，好香啊！所以我很喜欢，我就把它挂起来。这里面我加一个春，就是因为过年，放在水里面就可以做，它就过年的时候，就开出来，很香。所以这个题目叫水仙花开，水般娇柔美人花，仙女坐姿年春开，这是过年的时候。那个是开放，这个是年，看不出来。这是行书，哎对，像那个草书啊，同一个字体行书。做草书其实更草一点。啊，对，也可以草一点，可是有些人看不见。这是行书。这幅画，这是我们家里那边有个公园，很多妓女在那边，到那边以后就会很想，所以这是那个池塘里面有那个很多那个叫什么锦鲤。所以这个谢正宽他写的诗是，我给他的题目，这幅画的题目是池塘春色，谢正宽写出来是池水荡漾大碧春，那个水有点热，塘鱼细细真彩色，那个鱼在里面游戏，很漂亮。这幅画，然后这个是就一只，没有，这是贵，这是金鱼，这鱼缸里面，这很漂亮，是因为尾巴
昨天那个很多人很喜欢，第三个趋势。那我是加上书法，那是写书，那是智者，有智慧的人就比较没有困难。那个经理眼睛也很活的，真的那种感觉。谢谢。那个字哈。注者上面有，有无哦，无看无啦，看得太好。有这个人，中央电脑。我喜欢看是画不出来。我在下你就没见过谁。要不然你就要很有耐心，有耐心，真的，写错一声，我好开心，所以我喜欢这个。